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啱啱完成咗谷草嘅煞科戰，兩位前列嘅練馬師都互交白卷，所以伍鵬志都係暫時以1場嘅頭馬領先於呂健威。星期日嘅煞科戰，兩位嘅練馬師都布下強陣，出馬嘅數目都好多。伍鵬志就出9匹，呂健威就出10匹，出馬嘅數目大家都係差唔多。但係戲馬方面呢，牌面上就呂健威比較勁少少啦。咁睇嚟伍鵬志問鼎冠軍練馬師嘅寶座都有一定嘅難度喎。而我哋嘅冠軍騎師潘頓星期日就出10場，其中6場呢都係幫爭標組嘅練馬師效力嘅。咁佢就幫呂健威騎龍之輝、遙遙領先、禪聖輝煌同埋包裝天象，而幫伍鵬志咧就騎初戀同埋堅闖，睇下佢會幫呂健威多啲定還是幫阿伍鵬志多啲啦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就係第11場8號嘅跑得好快，呢匹嚟自澳洲4歲嘅自購馬，今季係首季喺香港上陣嘅，跑到第4場賽事咧已經攞到頭馬啦。適應水土能力極高，唔單止係咁，跑得好快，跑沙田嘅1400米咧能力都相當之高㗎。我哋睇下跑得好快喺佢跑417場次贏馬嘅段速係點嘅。雖然總時間就慢於沙田1400米3班嘅標準時間，但係喺跑得好快尾兩段嘅段速嚟睇咧，佢嘅變速能力係好驚人嘅，一衝就過晒，贏出頭馬。而跑得好快喺417場次裏邊所贏嘅對手咧，之後再出表現都好出色嘅。喺417場次裏邊，連埋跑得好快咧，一共有14匹馬上陣。佢嘅蹄下敗將咧，一共有9匹馬喺之後嘅賽事裏邊都攞到好成績嘅。分別咧就攞到6冠、8亞、4季嘅成績，而大部分嘅成績咧都喺3班上面攞到嘅。可以見得到咧，跑得好快喺沙田3班1400米嘅能力咧都相當厲害㗎。跑得好快，第2次跑沙田3班1400米咧，就係喺810場次裏邊啦。跑得好快，所做嘅段速咧都非常之出色。喺末段塞阻嘅情況底下咧，都可以發個標準時間。我哋睇下佢點跑。由於跑得好快，排住2檔起步，好快就可以貼住條欄，有個天然包廂位俾佢競跑。咁雖然咧有少少逼劫，但係走勢咧都比佢之前嘅賽事咧睇嚟跑得輕鬆嘅。位咧就慳咗好多，但係末段咧就阻咗一阻，到最後咧都能夠快過標準時間跑到第4，表現都相當出色。喺今次嘅走位圖方面咧，由於放頭馬只係得7號嗰隻大紅袍，前置馬亦都唔係好多。相信咧喺呢場賽事咧個段速咧都應該係會中等至偏慢嘅。咁但係跑得好快，今次都好好彩，排到1檔起步。相信如果佢可以嘅話咧，可以跟前少少跑。當轉正入直路嘅時候咧，一散開咧，一衝就可以過晒，喺香港攞第2場頭馬啦。最後都希望馬迷們能夠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，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呢個頻道俾你喜歡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次再見。